我们谢谢我们最帅、最贵的单身汉罗文长老再给他一次掌声，好不好？好，因为有一些我们的有一些牧师还在研究2018年的整个策略，所以有一些人在那地方那议长就说还是宋牧师你来处理好了那待会我们会有一些的小组时间那小组时间很重要，小组时间不要都是你们自己教会的人，好不好？尽量打散，你可以听到别的教会的反应，他们这次的收获是什么迪丽芬那个待会这个发给每一组有一张就从你们这2天你收获最多的是什么？不管是哪一个课程，然后你最需要看见中会需要哪一些东西是你们希望可以更多的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我们一直认为说外来的讲员很棒，不见得。其实我们中会有很多的牧者，你如果去发掘他的恩赐，你给他摆对位置，他摆对很好的话，他绝对会可以发挥他很好的效用。阿们。好，那个是不是我还有一件事情我也要来分享我们常常要为待会的时间，我先大概这个我们现在是4点半，因为我们今天最后一天，我们可以尽量缩短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就早一点回家，好不好？好，因为明天主日了我们都忘记今天是礼拜6了那也谢谢大家的参与，因为有你们的参与中会才会更有心去办，我们就开始一直找中会性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我们就按着问题来去解决，来帮补所以当我们可以去真正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问题里面慢慢站起来那待会小组的时候，我希望就是说不要大动作大概就你们这几个把这个几个就靠在一起讨论，然后一样选出一个主席，选出一个书记我们用半个小时这样讨论时间，然后最后请你们的书记来做报告然后总结你们那一天就总结你们那一组可以给我们这大会里面可以彼此学习，我们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或者你自己学习到你自己在这几天这2天里面的收获是什么把所以呢，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更多的被改进。阿们。好，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先来做为我们的中会性祷告。可能你们有些人听闻，但是不见得很清楚。那我自己会常常会在我的祷告里面，我有时候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中会的牧者来祷告甚至他们的师母、他的家人很多以为都以为说牧师都好健康他们应该自己想。其实我们中会当然我一个一个报出来，你们知道，我们很多中会的牧师都身体都有毛病待会我就一个一个提名第一个我们为樟树教会有你看他昨天有来，其实他刚出院我从教会里面听到因为他的师母就是身体越来越差，就声音越来越不清楚听说他现在是用那个鼻胃管来喂食然后再加上他的女儿现在要准备读大学要关心太太，也要关心他，一个男人怎么都没掉他也心碎听说住院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第二个为启光教会王清和牧师那我们也知道他的师母上次也是跟这个欧嘎牧师的师母一样其实差了就大或者是什么，那王牧师应该也很辛苦的你发渣你渣那昨天稍微了解他一下，对你们写一下好不好你们也可以在你们的教会里面提出来为我们中会的事情来祷告那
刚刚一长说哈呢，我就马上赶快写这个东西啊！希望你们不要只是牧师，我们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牧者哈。然后还有王牧师的大女儿最近因为运动伤害，还要想说，你看我一个一个来哈，怎么牧会求主来帮助哈。好，再来也为王牧师哈，然后还要哈，就像刘阿春牧师一样，两边这样跑很辛苦哈。这是张树跟启光，再来大刚哈，大刚这个谢文昌牧师今天没有来，因为他的师母2天都要去医院洗肾。好，第四，魏崇光教会陈波武牧师哈今天没有来，听说我们在那个他在脊髓上也是准备是不是要开刀哈，有一些的这个问题。在第5新美教会杨真义牧师心脏病，听说给他补支下这个我们求主来特别然后第6乔美教会这个黄安婷牧师，他没说我知道，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在我们中会也在不是放假请假他需要有一些身体上抗药的，他的身体抗药还有那个组织有一种干尸的师母他是已经好一点，但是我们也保守他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怎么那么多牧师师母是生病？我们要不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去站起来好不好？为着刚刚我们所听到的牧者我们同声为他们来祷告。也为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跟旁边人讲说：“你太棒了，谢谢你。”好，请坐。很多人都流眼泪。这样，我最喜欢就是大家一起祷告流眼泪的时候，那个是上帝的作为。把那个负担放在我们。好，我们为了要提早待会呢，我们分完小组的时候，我们准时好不好？我们可以准时的一起聚集，就把我刚讲的，我不要再重复了，就把这2天你所学习的，要有一个主席，要有一个书记，然后呢，待会我们休息个10分钟，然后请这个小组，我们怎么进行待会等一下就4桌这样并在一起来讨论，可以吗？会不会太多人？不会。对，或者一排一排这样也可以。好不好？一排一排这样子比较好，就各个教会都有也是可以啦。那一定要在这里讨论吗？不一定，这里那么美丽的风景，请你可以去外面讨论，好不好？好了，我们就这样一桌一桌，好不好？好，现在别人金马股主席那么，金马股书记那么，一桌一排一排，这样一排一组，这样一排一组，这样可以吗？好，我先破来第一组举手，你们举手，第一组，好，第2组。第3组、第4组、第5组、第6、第7，好，第7组，好，总共7组，好，你们待会你们自己私底下赶快讨论谁当主席，谁当那个这样子，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这2天，我们为了要争取时间我们这2天的时间所吸收的，刚刚所听到的每个讲员所讲的一些就说你们教会
道有点激动。没办法，你不要打岔。书家号，你不要吵了。新人教会的谢主，他来做记录。以我当主席，感谢主。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说，从昨天跟今天几位讲师所分享的然后可以表达出说，你们教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提出来，或者说我们怎么样以后可以成为未来我们教会还有举办这样的一个研习会做出更好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安排一个课程，先把我们各教会的一些难处问题我们在这边可以提出来，让我们有很好的计划可以自由的很好，或是安排几个教会去分享一下对今天课程有什么样的收获吸收，或者说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怎么样来帮助你们。是启光，我叫李美娟，第一次在这个发言，很高兴能够，因为教会已经成立11年，那教会中间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学习，也是在做长老的里面，所以我觉得我参与这2天这个时间，非常有很大的收获，特别是长老的职分，因为长老要管理教会，要管理人的情绪，也要管理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要一些加拿大有一个装备，还有一个就是也能够成为一个就是说信徒的一个帮助。如果说长老自己没有装备，没有东西要分享给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造就教会。我觉得这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那我们的教会是，我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比较大的就是建堂，因为每一次就要搬迁，这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当然在搬迁的当中，很多的信徒会离开教会，是感谢上帝，我们还在合一的里面。就是还坚固那个合一，即使说搬迁好几次，那弟兄姐妹因着搬迁业我们是在一起，所以搬迁里面变成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一门很大的功课。只要听到说，哎呀，承租时间已经差不多要到了，弟兄姐妹开始紧张，我们要到哪里去？那可是身为一个长老，那一定会去很多的其实我们要去寻找教会，所以这是启光教会现在最大的一个急需，就是说能够早一点找到一个教会。那当然，启光教会布设到一个地，可是在这里面还在等候祷告时，那这个是我们教会的问题。那我在上这个课程，就是有很大的帮助，对长老的职分，所以我的收获很大。那其实第3个就是我其实有在今天所学的，能够实践在教会里面，让我就如同像腓立比书里面所写的，将凡你所看见、所听见、所学到的，能够实践在你的教会，实践在我们个人的生命性里。所以这是这里面很大的收获。谢谢。荣耀归于主。所以今天我还是有关于长职的职分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是被投票审拣选的，我们是很贵重的，所以我们在服事上已经被训练，但是
刚刚听到陈长老分享说，我们服装要整齐嘛，要整齐。我想到的是说，我们不单是在服饰上，我们要穿好漂亮，打领带。我们应该做长子的，应该做一个榜样，不要只有在服饰的时候才要穿漂亮、穿皮鞋，我们应该要做一个信徒榜样。我们只要进教会，因为这个是很荣耀的嘛。我们只要进教会，我们就是穿着就是漂亮的，一个礼拜穿一次西装也不错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从长子开始，让信徒看到说，原来进来我们的教会是这么的专业的，这是。当中都用自己的小聪明来做事，结果所得到的都是很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挫败呀、得失感，那个得失心会很重。在今天再次的来认知，我们身为一个执事的子孙，应当要完完全全交托在神的手中。单单要束缚我的仆人的，我们牧师所交代的任何一件事情，也要束缚我们长老所要交付给我们的工作。因为所谓的执事就是去执行的不要想束缚就好。是在这个一天一夜的这个过程当中才出来的，是我在服侍的在教会的命定是如何。也希望能够在各位的分享当中，也再次来接受更多的经验。那个打那个他讲的，我的有登记好，写还有按要16个字，他才比长，我才写16个字。对，他讲的，你那边讲重点，对，不然你要写到偏要来写出来。当然，我们分享也可以，也是一样，你的感受。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龙桃教会的执事，叫阿妹阿妹，国语叫周明，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你训练，真的蛮新真的很感谢，因为之前都很少参加这个教会，所以今天真的感觉到心理上满满的那个祝福，吸收到的帮助，感觉心理上是很平安又很喜乐这样。以后要做，想说在上帝前面的时候，大家是以后会更尽心尽力的做上帝的事。定要怎么的？谢主。是这样讨论。其实是我们早是没有办法参与，那个没有提早到的，什么时候想到？我们是跟上那个堂课还有昨天晚上要现在我昨天还讲说去年上个月好像没有收到，神很奇妙。当可恶的时候，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其实很感动，就是新山的长老祷告手这样激动。我觉得今天我看到在现中开始去建教会，跟年轻的建新的年轻人，我真的20几了，长子聚在这里。我真的很感动，我相信我们不管是遇到前辈的长老，还是我是所有的一群中会是表演，是我觉得我今天看到一个合一的聚在这里，所以相信我们的中会会比以前应该讲用圣经话讲，
将来的荣耀比大陆先前的荣耀。要有勇气，没有来自勇气，关系很好的时候，真的是很关系相处的这种默契和深交。反映到他身边的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人性就是见习教会的知识，在办完之后，然后这一次是也是匆匆忙忙的，就是我们这上场结束，办了在这里。我一直往前面参加会议，今天早上我们教会会有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也是很积极的去参与。然后在这边事后之后，长老分享一些，我们这些关系最感谢啊，如何的让上次这个教会为了觉得这个最好的事情，当上次一间教会，每一支教会都是属于自己的时候，我相信这个荣耀和大会就是说每一间教会都可以承载在上帝的荣耀。我觉得是应该是很超的。这个是很有趣的，真的，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他真的不是说你说多那我们这边也是学到，因为在教会的时候去安慰人家，去老人家这个话我们可是实际上希望自己要学会这个是我要在去要去增长这个上面，我要去学这个所以是说这样子，那我知道说以后如果说是这样子，应该更用心的在学。这样的训练，是自信，将来不是说因去建设相应的技术，重建新的建设。还有这个。重建这些3年到5年，就我一个朋友是一样的，结婚睡觉，发烧掉，今天还是。就。这样子的现场，我每次因为他的反应跟他讲可是我们没有那个积压他的想法。昨天真的是。现在比较方便行动，在年里算了以后，所以我们现在一个出纳就是让我们的家里楼下就是银行，最方便。财务人员看到
受，我们这2年就是很好，每个中委都先说要到这9月份都要收9个中委要变，因为我们要运作，这个部要3万块以上，马上是运动会，这一次我们还付了10万块还没有付清，就是我们在丰年感恩季是负债少，这个都是社会责任，都是这样。大家有负担，当我们做提交的，相信是不会把卡在地上窗户去，这里会让人其实很多太重要的。甚至一直到我自己当执事，就是很多人当执事。那我们的弟兄呢，已经当长老，就是说，从他开始，不要用他的那个他的生命改变，然后做分享，就跟今年的东方长老所分享的，信仰是我们中间的追求，不是享有地上的追求。当然，我的弟兄从开始排拒，他被大打指示的时候，他很排拒，我哪有自己指示？可是从他排拒到接受，然后愿意承认自己的时候，他愿意花时间来读经、灵修，甚至开始会祷告诉我，只是要做奉献祷告。所以每次都是我帮他写祷告的，可是我告诉他说你要诚实，你要自己写你自己祷告，没关系，你拿纸张没关系，因为他从开始，因为他的生命历程是没有常常接触教会，所以我们结为夫妻的时候，可以从平信徒可以沉稳的知识，这个是很大的改变，所以他没办法接受，可是他愿意接受，只要神说顺服必是母子，所以是生命的转折。所以我就觉得说，可以看见我们这样的弟兄在可以改变，对，他可以愿意被神造就，他愿意跟神造就。就刚刚我所说的，顺服必是为神只要你愿意在神当中里生，相信神会开道路，因为我相信，愿意的人，上帝会在我们身当中，他就是我们最大的老师，所以只有长期我是觉得，所以今天最大的刚刚陈当中还有张师傅，其实我看到商家最需要的是你没办法多少也去，因为他要我们是在站在一个上面，我们的话真的是靠摆上我们的切入家替他分担他的一切，能的诉说他心里的那有个就握手跟他祷告，不管丢给上帝，丢给你来掌管。所以这是我最好的看见不好，那个是拿来工作。第一次听到我们会发展到，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我们以前都没有看到的，所以在这些做长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这些媒体表现出来？是好。切结是说时候，密切的在次的被提醒之前，不然时间是按他说我们必须要，所以说是中央长老姓曾，全部都受益后，这1-2天的时间，
最大的，所以就说，因为我们对会计不懂，只知道说那个宋正光牧师他所分享的那个13个通病，每一个是这个可以学习，可以去解答，然后我们在教会里就可以实施它，帮助教会的成长，这个是提升。好，谢谢各位大家的每一个人分。朱家伟第一次发言。我是长子训练，我一直看到，就是说，当我们担任这个我们团契的领袖干部的时候，你就要为我们执事做一个准备。当你担任这执事的时候，你要为长老的职分要做准备。那我建议中会大家记一下，看你们国中的课程。这个我们这个领袖干部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比较课程说，他会有机会担任以后教会的我们就讲执事，然后进而会进阶到长老部分，让他们执事知道以后，有什么工作让他们怎么做。那执事的部分呢，他们知道有到长老的时候要做什么工作。那我是被教育跟牧师教育说。长老的部分是，他是跟我讲，是在人的部分，我们的长老真的不管他的思想、然后的家庭这部分都是交给长老，他只是做的对户的部分的事。我听的说法跟我们是有差别，那我的意思是说，看中会相对泛重的。这种一个课程让就是我们研习嘛，大家都会进步嘛，这样子互相讨论以后我们担任这些执事，要未来以后都是教会的长老，你进到长老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他才会开放。我知道我现在要怎么做结果环境刚不上来的时候，我当执事。教会的财务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很不好接受。当然教会会有一段时间嘛，大概3到6个月会让新的一些同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进阶的一个学习但是至少我们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让他们觉得不会那么这个敢去接触有的。升到这个执事的时候，他会很惧怕的工作。老实讲，我怎么办？他会，本来是我很虔诚的有的是就跟就自己我的信仰我的跟老师我的信仰不关你们一样，我的信仰就是我就不想服侍了，有这种的纯粹做礼拜的。但是我们期待看到他真的是很仰望神了，然后大家去选他。结果选到的时候，他就不来了，他除了是个人的信仰，那我的意思说，可不可以透过我们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课程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包括我们长老一样，长老是也透过我们只是磨练之后，然后被神所点选之后，然后我们个人。经过我们的学习跟努力，才有办法在台上。不管是什么样的努力，我们其实很多的不足，也或许可以在这个方面，看中会，能够做一些比较实际上的一些训练或操练。那实际上，我老实讲，那个我们松牧师有讲。明天或者是这个礼拜，有事情麻烦带一长或者是麻烦那个执照长老师讲，因为我们每个教会都不一样的那个机制我们教会是执照长老，教会有事情，牧师有事情，执照长老先出现。执照长老没有空，就是带着。那中间这些我们长老
要怎么办呢？就是要有些自己做的功课，保持自己要先做自己的功课。在私底下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先做自己的功课，先做的，才有办法在遇到这种临时状况的时候，才有办法有办法端出菜给这个系统吃。不然你本身没有菜，又给他吃，他吃不下来，对不对？那对我们上帝来讲，你要喂养我的羊怎么办呢？对，多罗格，那个刚刚我讲的那个部分，大概讲。